仔細睇，牆下面企住一個非常非常細嘅小武士。咁樣你哋估下喺牆後面又會匿埋啲乜嘢呢？哇，係一隻大大嘅手喎。睇下牆後面係邊個？係可怕嘅巨人。佢匿埋喺牆後面想做啲乜嘢啊？小武士覺得書中有一道牆就可以保護佢啦，非常之安全。但係呢一道牆真係可以保護佢？呢一本書圖畫以及文章都係強艾吉嘅作品，翻譯係賴嘉玲。到底小武士同埋牆後面巨人之間會發生一個點樣意想不到嘅故事呢？不如我哋一齊打開呢本書，了解究竟啦。嚟啦，